喺好耐之前，Mario 進行咗一次奇怪嘅冒險，佢嘅水管出現咗點故障，竟然將佢送返去古時嘅耶路撒冷。而佢今次嘅到來，竟然改變咗歷史。有幾個羅馬士兵喺遠處見到佢就即刻叫咗出嚟啦，快捉住佢啊，唔好俾佢走啊！佢點都估唔到，佢呢邊鬚嘅樣，竟然同當時嘅著名人物耶穌生得一模一樣。就係咁，Mario 被當成為耶穌咁樣捉走咗。盡管佢努力解釋 It's me, Mario，但語言不通呢。Mario 被視為救世主，被釘上咗十字架。所有嘅人都好悲傷咁樣睇住呢一切，因為佢犧牲咗自己，拯救咗世人。然而冇人知道嘅係 Mario 有個特殊技能。第3日嘅清晨，所有民眾都嚟到 Mario 被埋葬嘅洞穴前面，但發現洞穴嘅棺材竟然空咗。Mario 喺洞穴不遠處食緊一個蘑菇，補充緊體力。佢哋大驚失色，因為呢個都係奇蹟。就係咁，復活節嘅傳說誕生咗啦。歡迎乘搭地獄列車，Please mind your gap。